咱国老人的人口超过440万哦，有登记的独居老人只有5万多人。我感觉至于讲独居老人的定义，敢是上矮咯？这有可能会造成社会安全网的空隙。这个76岁姓杨的班长，伫中秋的活动，带领一阵时代做伙叮当的一个。平常时伊甲每一个健走队成员的名、生辰日月甲电话拢记甲真清楚，都甲内底侪伙人常失去联络。如果说有5、6天没来的话，我们就会打电话去问，你到底是怎么事了？怎么没来？咱国老人的人口超过440万人，不过全国人命册独居老人敢若5万外，拿到人命册比率差不多是1个100%左右。有民代志机讲，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高端死亡悲剧一直发生的原因之一。以南港区东平里来看，包括低收入、甲中低收入户，也有新种补助，都有300多人。无人命册独居老人，里长都会尽量去甲关心。有的会打电话来，我们关心。那我们你看是，他会有一点时间去访查我们邻里的独居长者。独居老人人命册定义敢是伤过下，也阁需要讨论。不过卫福部社家署强调讲，这个时代已经伫咧目前有的体系，亲像长照、中低收入户等等接受服务。无需要搁另外人命册，也若健康无问题，独居老人嘛无一定需要奉服务。甲这阵侪伙人建立对外固定的联络是真重要。最近2年，我们也一直在要求地方政府，不管是透过户籍的资料，透过社区邻里，把这些实际上独居的长辈能够有更清楚的掌握。台湾今年拢总有4920个社区关怀据点。要安怎清点社区独居老人的需求，建立对外联络的管道拢是课题。当时代家己面对人生的后半世人，更较需要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来甲因关心甲照顾。